基隆的和平岛边考古遗址有发现目前上早的天主教教堂、自圣教堂的遗迹，这有400年前西班牙人统治台湾的历史。市府甲中央申请补助，要伫这个遗址顶悬大玻璃做遗址解说中心，予民众参观。规片土地下骹土色的石头摆规片，这是目前伫台湾发现到的17世纪上古早的天主教教堂、自圣教堂的遗迹。这是基隆和平岛边考古遗址，透过这片遗址，通了解400年前西班牙人来台湾时的历史脚迹。2023年，基隆市府向文资局申请补助，要伫这起和平岛边考古遗址解说中心。未来建好以后，会成为一个大家能够多了解和平岛文化的一个中心。我们在台湾的考古遗址的现场，大部分都是像这样子钢棚架。把它保护起来，透明的这些大的玻璃微物把它罩起来，这个在我们台湾真的是考古遗址现场比较少见。其实，这块土地毋那西班牙殖民时代的遗迹，基隆市府表示，才阁有发现台湾新石器时代、铁器时代、到日本时代等等遗迹，保留真丰富的历史资源。遗址解说中心计划按上伫未破坏遗址的前提，伫原地起保留为主体的建物，把遗址保护起来，变做展示空间，让民众来参观。目前台湾有关于西班牙的遗迹的一个唯一的，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场址啊，西班牙的这个殖民时代啊，那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场啊，因为和平岛是非常拥挤的一个地方，那现在呢，怎么样去把这个遗址做最好的保护，不要受到这些风雨影响啊，所以我想这个用玻璃罩起来，我想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办法。基隆市文化局讲，和平岛边考古遗址解说中心的工程按算伫2027年完工。专家表示，这个遗址解说中心毋但本身有展览价值，也通串联和平岛其他的观光景点。专家认为，对未来和平岛的发展是真有正面影响。记者阮林玉凯，基隆报道。